切，天天吃狗粮，今天一定要打点野味吃吃。哇！大儿子，你爹爹被人欺负了。爹爹？什么爹爹？史麒麟，开天辟地后的第一只麒麟，韩人怀义，主掌赐福人间，和玉麒麟是两口子。哎呀，好儿子，爹爹终于找到你了。四不像的爹爹，那不就是我的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有爹爹吗？怎么没什么印象啊？宝贝，你好冷淡哦。你妈妈失踪以后，爹爹就独自拉扯你那些弟弟妹妹，顾不得年迈体衰。哦，那您真是辛苦了。我就知道你心疼爹地，你妈妈留下好些个蛋没孵，事不宜迟，来帮爹爹一起孵蛋吧。果然这才是你的目的吧？切，又不能吃，睡觉去了。哎，本想着孵完蛋给你们一些金银财宝什么的。爹爹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小貔貅还是这么好懂的。说起来，你怎么一个人呢？你好了，不是要孵蛋吗？怎么是鸡在孵啊？孵蛋当然是禽类最专业了。您这根本就是偷懒吧？我这，有你这么孵的吗？蛋都快散黄了。不行吗？哎，算了，论孵蛋手法还得看爷。温日监控，今日胎教，让蛋儿体会到身与心的温暖。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？懂了。这下够温暖了吧？正义之体。这是要破壳了吗？哟，是一星呢。法律越高，肚子上的星星越多哦。3星，不愧是勤于修炼的我。是稀有的7星麒麟黑金吧？也居然输给了一只狗。一定是鸡的问题。不愧是貔貅呢。对了，要不要把那谁也叫来孵一下？说不定能孵出超稀有麒麟哦。谁啊？哦，就是小梅。正义之体，走好不送爹爹。不孝子。有声小剧场。本集中，皮皮他们孵的是什么蛋呢？鸡蛋、恐龙蛋、麒麟蛋。回答错误，你不能看它大你就选它呀。正确答案是麒麟蛋。你这一天天的，怕不是在摸鱼吧？麒麟，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，人们称其为人兽，是祥瑞的象征。形似鹿，牛尾，头上有角，身上有鳞甲。文献通考等书中也有母曰麒，牝曰麟的说法。